乜嘢係養生呢？養生之道其實就係了解人或者係自然嘅本性，順着呢個方向去努力，不能夠憑自己嘅心為所欲為，而要遵循自然定律養人嘅本性。以前嘅農家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飲食有節制，按時準備食物，飽餓適中，懂得工作同休息極相結合，再調養精氣，身體好，精神自然旺盛，人就自然更年輕啦。而家嘅人就唔同啦，好多人飲食冇節制，暴飲暴食，損傷脾胃，要麼就係縱情酒色，肆意妄為，傷腎傷元氣；要麼就係起居冇規律，熬夜成性，損傷精氣；要麼就係情緒失常，大喜大悲，損傷心神；要麼就係操勞過度，不懂調養，損傷形神。咁樣人未到60歲已經衰老啦，百病纏身，到咗老年啦，又點會有健康嘅身體呢？尤其是年輕人，好多去到半夜先至瞓覺，原因係因為瞓唔着，但其實係因為習慣咗夜瞓啦，又唔願意慢慢調節早啲去瞓，日子久而久之，身體嘅時鐘就亂晒啦，身體又點會健康呢？我以前都做過便利店，當時咧有一位同事長期翻夜嘅，因為翻夜多啲錢嘛，但係1年、2年、3年，每一天咧都係早睡午起，早上瞓又點可以瞓到8個鐘呢？久而久之，身體又點會冇問題？我走咗幾年之後，再見到呢個同事，當時佢仍然都喺間便利店做嘢，仍然都係翻夜班，但面色慘白，嘴唇毫無血色啊，好明顯已經有病啦。再之後就唔見到佢啦，可能係辭工休養，又可能轉咗工啦，呢啲就不得而知啦。好多時，如果你同人講你11點至12點瞓，大部分人都覺得你奇怪，因為現代人夜瞓感覺上係正常嘅，但久而久之，身體嘅損傷就無形中出現啦。咁今日咧就想介紹一款養生茶，就係疏肝清火茶，就適合嗰啲成日熬夜嘅朋友用嘅。咁材料咧就係拖菊3克、決明子3克、金銀花3克、甘草2克，同埋杞子2克。咁用法就係洗乾淨啲材料啦，咁將全部放入去養生嗰度，加800毫升嘅水，然之後煮15分鐘左右就可以飲得㗎啦。咁大家不妨試試啊！我呢個頻道呢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！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，睇到我呢段説話嘅話呢，不妨俾個讚好我啊，留翻10零字嘅留言，同埋幫我分享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！